大家好。咁我叫周偉文啦，就喺Empire Properties Investor 裏邊咧去做呢個投資地產投資嘅代理啦。咁喺我本身咧係讀社會工作嘅，喺澳洲嚟到澳洲嘅時候讀社會工作。咁對於澳洲嘅福利嘅情況咧係有一定嘅認識，咁唔可以講話係專家啦，有一定嘅認識啦。咁喺澳洲嘅情況底下裏邊呢個社會環境啊、居住啊、就業啊、或者國家嘅財富都係好優秀嘅。咁引致於呢就有一部分嘅澳洲人呢對於呢個退休嘅情況呢就採取一個非常之樂觀嘅諗法。咁佢哋認為咧，當自己退休嘅時候咧，政府就有退休金俾佢哋，咁以至到咧佢哋嘅下半生嘅生活或者退休之後嘅生活咧就會有所保障。咁大家都會最近明白到咧，就喺意大利咧或者係喺呢個希臘啦，首先係希臘啦，跟住意大利咧就出現咗個情況，就係話當政府要去俾呢個退休金啊、失業保障嘅時候咧，就發現咧係出現問題。咁我哋估計咧喺西方國家裏邊咧，亦同樣都會係產生呢個問題，因為邊個去俾呢啲退休金咧，或者係失業保障咧，係其實係由一般嘅納稅人。咁如果納稅嘅人係少嘅話咧，咁呢一筆支出咧就會係好龐大。咁喺西方社會底下裏邊嚟講咧，人口出生率咧係非常之低嘅。咁引致於咧就另外一個可以去俾納稅即係交稅款嘅人咧，就係移民啦。咁因此咧，大家會睇到咧，就係話如果一個政府、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佢人口老化嘅時候咧，如果佢冇大量嘅移民或者係投資嘅政策喺裏邊，以至到支持到呢個退休金或者係社會福利保障嘅福利金嘅呢個派發嘅時候咧，呢個退休金就會出現問題。咁因此好多年前咧，澳洲嘅政府咧亦都採用咗一個方法，係一個非常聰明嘅方法，就係公積金嘅方法。公積金咧就係話僱主咧同僱員咧都要供一啲嘅。咁喺澳洲嚟講咧，就係僱主供嘅部分咧就係好多咧，僱員咧就可以自己考慮供與唔供都得，因為其實基本上呢個係似乎係代替政府嘅退休金嘅計劃嚟嘅，所以因此咧嗰個重點咧係放喺僱主嘅身上邊。咁因此而咧，就有部分嘅退休人士咧，就好可能咧，就喺佢退休嘅時候咧，就嗰個退休金咧就會係非常之低啦。咁因此個責任咧就放咗喺公積金嘅儲蓄嘅方面。咁下一次咧，我哋再同大家去講下呢個公積金同埋呢一個退休金嘅情況。好，再見。